話我哋今晚做呢個係好危險，今晚嘅秩序或者我哋嘅歌聲樣嘢問我哋有冇買保險啊樣嘢，結果俾我哋感覺到就係大家好守規則，令我哋感覺到好意外。我感覺到呢樣嘢係代表咗我哋香港，我身為一份子香港人，我感到好驕傲。我哋要多謝好多嘅朋友，喺度我哋只係講幾個先，我哋日後係會登報鳴謝嘅。因為我哋要多謝香港皇家賽馬會，多謝香港皇家警察，多謝市政總署、電視廣播有限公司、亞洲電視、香港電台、商業電台、香港作曲家、作詞家協會，更加多謝出席今日嘅所有嘅歌星、藝員同埋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，同埋多謝嘅係你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，一陣間散會，我哋宣布音樂會完畢嘅時候，大家全部唔好起身，坐低，直至聽到呼籲點樣離開為止。請大家俾我哋最後嘅一個支持，因為我哋做呢個音樂會演唱會，大家做咗咁耐已經係筋疲力倦啦。但係你哋嘅支持令到我哋繼續落去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仲有，在今晚未曾完之前，請各位記住一個好特別嘅 number， 就係恒生銀行捐款嘅戶口號碼。我哋而家大家再重新記一次：2622640880001。嗰個戶口名要寫咩嘢咧？民主歌聲獻中華。咁都唔記得要打攞油啦真係。今晚實在大家都度過咗一個好難忘嘅晚上。我哋最後要講一樣嘢，好難忘嘅一日。最後要講嘅嘢，喺我哋就係要截止之前，希望大家當然以後會繼續捐，但係今日直至而家為止，我哋嘅善款係1210萬。邊個人仲可以講我哋香港人唔愛國、唔愛民主、唔愛自由咧？冇可能嘅事嘅，大家真係做咗一個好好嘅榜樣。今日我哋由10點鐘喺呢度開始相見，一路見到而家將近係夜晚嘅10點啦。我好希望各位以後永遠都記住呢個晚上。如果好似頭先李柱銘先生咁講，各位呢次已經喺心裏邊燃起咗民主嘅火花，請你永遠記住，唔好將呢個火花熄滅。面臨啦起聲嘅時候，我知道大家呢個心情今日大家都好興奮，大家都好開心，既然我哋都一樣，所以咧我真係最後一次呼籲大家，一陣間咧即使係話演唱會完啦，我哋再一次俾人哋睇，人哋嗌一完咧，噼啪起身亂晒龍，我哋唔會嘅，我哋一定坐喺度喐都唔喐，等燈光亮，等下警方呼籲邊一邊係左邊，邊一邊係右邊。好啦，到而家嘅時刻，我哋再講一講今日大家嚟到現場嘅宗旨，我哋都係為3個字：為自由，係咪？我哋再一次唱為自由，好唔好？請大家。我哋需要人領唱。盧盧。冇問題。OK。冷冷正氣滿心間，奮勇創出新領域，拼命踏前路，朗朗上道行無氣，你我永遠兩手牽。
去向中經的滿途，先熱汗卻未淚，先熱血卻未退。愛自由，為自由，你我齊奮鬥爭取，手牽手。聲啲今次。騰騰無涯傳大志，凜凜正氣滿心間，奮勇創出新領域，拼命踏前路，茫茫長途憑豪氣，你我永遠兩手牽，去向中荊棘滿路，似熱汗卻未淚，似熱血卻未退。愛自由，為自由，你我齊奮鬥進取，手牽手，揮不去，擋不了，壯志澎湃滿世間，要天生。騰騰無涯傳大志，凜凜正氣滿心間，奮勇創出新領域，拼命踏前路，茫茫長途憑豪氣，你我永遠。